登粒全新 Director 系列02支，備有 S1、M1 同埋 H1 3種唔同金版嘅 R 胎，行街落場做輕足一樣咁掂啊！香港總代理泰亞香港有限公司，電話2407-8268。呢一部係全世界最勁嘅 VR 波，由本地改裝商卡一把同日本 Jun Lotto 合作製成嘅超級 VR 波，終於完成最後改裝程序。佢最驚人之處就係移植咗現時喺日本足波賽道最速嘅 Jun Hyperlemon 5代心臟 ，boost 2個巴，足足有600匹馬力。以2200cc 4氣缸單推保引擎嚟講，已經係無可不敵。VR4 車主首先將成部車運到日本 Jun Lotto 進行徹底偷輕，以及強化本身底搭結構，所以引擎耐久性同埋車架剛性一定會比其他 Jun 最勁嘅跑車差。就以今次拍攝為例 ，low boost 行 1.4 個巴已經超震撼，等到隧道啲車驚到震。喂，占士，唔使踩到條大廳頭咁響係嘛？外形方面就夠晒瘋狂，全車拋沙板已容納4隻18寸。GT 300型嘅 Slick 胎，左頭燈改用鑽孔膠片代替，咁樣做一來可以喺高速時引入大量生風，二來係型啊 ！V-mount 嘅 intercooler 同水箱設計係出自 Jun 小山進嘅手筆，4個頭感鎖400 kg 都吹唔甩啦。特注 K&N 冬菇 Jun 大生氣 HKS Twin Power，Trust TD06 25G Turbo， 少見嘅 Trust Type R 放氣蛙佬。車廂入面除咗 Full Point Roll Cage 搶眼之外，仲搭載咗大量電子部品，好似大改車專用嘅 HKS F-Con Repo 電腦。標板方面採用咗 Max Racing 嘅液晶體面板，可以同時顯示油溫、水溫、油壓、電壓同埋 lap time 添。由於賽車基本上只係用3000轉以上嘅轉數，所以只係顯示3000轉至8000轉，係非常之實用㗎。而尾翼係 SAT 嘅 3D 產品。好啦，為咗測試 Jun Super VR4 嘅實力，我哋又要進入 GT Sport 嘅4驅單腦房啦。究竟 Jun 2.2L 超級檸檬引擎可以喺 1.6 個巴發揮幾多分呢？單腦房成30幾度，又會唔會影響引擎輸出呢？呢個任務就交俾你啦，占士。以4波 1:1 scale 計算，呢部 Jun VR4 用 1.4 個巴。On wheel 喺6800幾轉係能夠發揮366匹馬力，如果用 1.6 個巴 On wheel 就可以發揮402匹馬力50 kgm 扭力，即係有成526匹機器輸出㗎。雖然香港嘅燃油質素唔能夠提供足夠嘅辛烷值，令到呢部車可以 boost up 到2個巴600匹，但係講真啦 ，1.6 個巴已經難逢敵手㗎啦，係咪？你哋有冇留意到啊？阿詹俾啲揮發出嚟嘅電油揦到眼都擘唔開啊！陰公。要真正感受呢部車嘅威力，就一定要落珠海賽道，陣間見啦。Speedmaster 日本超高性能機油 NA 及 Turbo 車一致選用，香港總代理極品油品有限公司，電話2559-2220。呢部係 GP Motor 全新改裝嘅 R32 GTR。沿用咗東銘嘅 Phase One 引擎，馬力有480匹，而扭力有56個 kgm。避震方面係 HKS 嘅 Hypermax， 頭 12K， 尾 10K 彈弓，聽落係軟咗啲㗎。輪胎方面用咗 FN 嘅 A038， 雖然係舊型號，不過都算係咁啦。迫力方面係用咗 F50 用嘅 Brembo 4Pod， 迫力碟係3×5。可惜今日呢部東銘32嘅頭批 gasket 鬆散，引致上轉極之困難。雖然上唔到8000轉啊，但係以6000轉為轉波上限，都可以做到1分58秒，表現算唔錯噶。閣下有冇遇到改裝上嘅棘手問題呢？係一 shop 都可以一一咁幫你解決噶噃，仲可以預約日本改裝大師 Jun 小山進先生親自嚟香港幫你進行 setting 添。係一 shop 嘅電話係23575531。全港只得一部嘅 Subaru STI Spec 性能非常之出眾，被譽為路筍殺手嘅佢究竟實力係點呢？首先我哋以一架全原裝嘅 STI Spec
上一上 dyno， 即係落馬力測試機，係喺 GT Sport 嘅 dyno 房入邊測試，用4轆洛克形式做。今次呢架 STI Specs 用嘅機係 EJ20， 不愧係 STI 人手控制嘅，原裝嘅 boost 已經用緊 1.4 個巴。咁究竟原裝車落轆有幾多分呢？而家就帶大家睇一睇先。頭先我哋 check gear ratio， 跟住用4波 1:1 ratio 去做馬力測試。原裝車 on wheel 已經有239匹嘅出力，即係引擎出力有成311匹。原裝車嚟計，車主同阿占都應該幾滿意嘅，係咪？究竟 Stage 1改裝之後有啲咩唔同呢？而家等我哋睇下改裝清單先。有5次元嘅中置尾喉 HKS Twin Power 同埋佢嘅總龍。HKS F-Con V-Pro 電腦同埋特注嘅 Trustgrady 火嘴，有 Bliss 嘅 blow-off valve 同埋 Billion 水膽，仲有 GT Sport 改嘅 Goodrich 迫力降喉。HKS DD 風格後邊係冇 Airflow Sensor 嘅 adapter 嚟㗎，水溫 Sensor 用緊 Trust， 迫力油係用咗 Ferroldo 嘅 Dog5，Booster 就用咗 Trust 最新嘅 Perfect Beat Spec 2。好處咧就係能夠 keep 巴數穩定同埋唔會跳巴。避震機咧係購自 Top Racing 嘅 HKS HyperMax Pro， 而迫力方面就係用咗原裝 Brembo 配上 KYB RAD 皮，非常好收㗎，係 KYB Simon 嘅推介。今次好慶幸請到 Dune 嘅小山進先生來講親自為呢部 Spec C 進行 setting。だからリストリクターでしょ。はい、リストリクター。だからですよストレートパイプ。V プロイダーの2。改裝完梗係要試下馬力啦，係咪？咁咪再去 GT Sport 嘅 dyno 機試試啦。Dune set up 之後，基本上只有電腦、風格及死氣喉嘅改動，究竟可以去到幾多匹馬力呢？呢樣嘢真係要俾大家睇睇啦。今次呢架車嘅 boost 就 set 咗去到 low boost 1.4 個巴 ，high boost 1.7 個巴，馬力又有幾多呢？原來喺 high boost 係可以有成驚人嘅290匹落轆匹數。引擎大約可以輸出377匹馬力，以一架原裝 WRX engine 嚟講，可以話難逢敵手 ，setting 都係完美無瑕㗎。歐洲車改裝方面 ，TW Autosport 直頭係專家，出自佢手筆嘅 Lotus Elise 街車喺珠海曾經做出2分01秒。你係咪揸歐洲車又想落場嘅呢？識做啦，電話係21420001。日產第5代 Fairlady 跑車終於面世，總數生產140萬台，屬於全球最多嘅 Production Class 跑車。外形非常之優美，尤其喺車尾角度睇嚟非常之簡潔，並冇多餘嘅 Aero Parts。剎車系統就用咗 R34 GTR 嘅 Brembo 套件，由於比 GTR 輕100 kg， 所以能令剎車功架更勝一籌。而車廂入邊，我哋睇到係用咗大量嘅鋁合金物料，設計方面亦匠心獨運，有好多以 Z 字形嘅徽章，同埋好多 Z 字形嘅配件，係好值得我哋細意欣賞嘅。原廠頭燈係用 HID， 用嘅係43K 光度嘅燈膽。Tower Bar 方面係採用超粗嘅設計，喺
係令到入彎更穩定嘅。開門手把嘅設計亦都別樹一格，座椅呢就採用咗利曼 GTR R33嘅技術，坐姿以及視線呢比一般跑車更見低矮同埋舒適嘅。全新日產嘅Fair Lady 233啦。問我最中意佢啲乜嘢？咁我就覺得佢嘅色好靚啦，黑色啦。咁其實乜嘢車黑色都係最靚嘅，我覺得。咁我仲中意佢車頭燈啦，非常之突出啦。我最中意咧就係佢呢個門鉸啦，你睇下幾靚，我覺得好有質感啊。佢呢啲咧 design 都非常之特別嘅，我覺得係有呢個未來嘅設計，加咗少少質感。車尾嘅部分中意啲咩啦？加佢個尾燈啦。乜車係會有咁靚嘅頂包？你睇幾靚，銀色嘅。咁咧，我仲中意佢個死氣喉啦，有兩條非常之粗嘅。同埋呢架Fair Lady咧，已經原廠創咗頭尾 Brembo 嘅包兒噶咯，所以佢咧收起上嚟咧好勁噶。問我中意架車入邊有啲咩靚咧？咁啊，我覺得二人座位車入邊咧，呢架車都算坐得幾舒服啦。咁同埋我覺得佢嘅皮梳化咧，好似特別軟啊，同埋好舒服啦，總之，同埋佢呢個標板嘅設計，令我覺得揸車嘅時候咧，我會更加開心同埋全神貫注咁樣去揸車嗰個樂趣咯，會感受到。仲有一樣嘢咧，就依架233咧，已經原廠採用咗 aluminium 嘅頭燈，你睇下，好輕㗎。今次呢部2Z33主要嘅改動內容有 F-Wind 49mm 嘅水箱、Cusco CO2 嘅絞牙避震，仲有19寸嘅 Ford Racing TE37 Link， 配搭上 Bridgestone S03嘅輪胎。死氣喉方面係選用咗 Amuse R1 Titan， 令到整體表現更趨完美。GT Sport 係全港最大型嘅連鎖改裝店，分行遍佈全港九。喺邊度改車都咁方便啊！電話23988866。輕點嘅，好得意，好靚嘅，支拍 GTR 可以咁講。多謝你，聰明生意。好啦，一眾車手終於嚟到珠海國際賽車場啦。咁一嚟到咧，第一件事咧就大家咧就入 pit 喺度 set 緊車啦。阿占佢哋喺度 set 緊咩咧？最緊要第一樣嘢就係 set 呢個電腦啦，因為佢哋全部都用咗大陸油，咁啊個辛烷值由香港用緊嘅98變咗96。咁啊，除咗 set 車之外咧，跟住咧佢哋就會出去試下 track 啦。咁啊亦都，我亦都見到小山進先生喺度 set 緊電腦噃。係啊，佢為全部嘅專車喺度 set 緊 HKS 嘅一款 Vivo 電腦。
OK， 咁而家我哋嘅唔同嘅車咧，有 M3啦，有 EP3啦 PC5 啦，仲有 E46 M3啦，等等 GTR 啊各樣。依家咧就 Crazy R 嘅33用咗東銘嘅 cam 㗎。而家咧就係 PM33號出動啦，咁咧佢就用咗 Nismo Turbo 嘅，而家大直路瘋狂過車啦。不過喺過完呢條直路之後，Turbo 線要飛脫，冧到 Turbo 啦。不如而家睇下燈粒 Direcza 02G 發布嚟。係咁，呢條就係新嘅燈粒 02G Direcza， 咁佢就係01J 嘅後代啦，可以咁講。咁咧佢就分開3隻襟棚啦。咁呢條265 358嘅 GTR 用胎咧，就係用呢個X1 襟棚嘅。咁 M1 同埋 S1 咧就係比較遠啦，同埋for一啲濕路啊，一啲濕嘅 condition 去用啦。X1 嘅襟棚比較硬啦，同埋耐磨啦。如果講話喺即係咁大馬力咧，喺個車裏邊咧就最好用係 X1 嘅。咁如果遇到係落雨啊，或者一啲 semi-wet 嘅情況出現咧，咁就用 S1。咁咧係呢中間咧係呢個位咧係有排水好大條嘅排水坑嘅。咁而內側咧係偏向於硬嘅。咁呢個咧就係縱向性嘅水紋啦。咁而呢條咧橫向性嘅紋咧就係貨。如果車 set 有 cam bar 嘅時候咧，一轉彎咧呢邊咧成幅嘅胎咧都會係接實個地面嘅。咁呢個係02G嘅新設計。呢部咧就係 GT Sport 最新改裝嘅 Honda Civic EP3 Type R。咁佢個車身咧全部都採用咗好輕嘅 carbon 物料嘅。咁引擎嗰方面就係 N 組啦，即係大概180、170匹落轆左右啦。水溫啊、油溫啊嗰啲都控制得好靚，因為有 Oil Cooler 啦 ，Oil Cooler 有2個啦。咁又有大水箱啦 ，F-Wing 嘅，咁一陣間再作介紹啊！不如我哋一陣間睇下個 EP3有幾勁靚。咦，跟住要介紹啲咩啊？尖紅色6代半咧就用咗呢個02G嘅 S1 襟棚嘅，而呢個超級7代咧就係用呢個02G嘅 M1 襟棚，就比起 S1 咧就硬少少。R33嘅 Nismo Turbo 就已經爆咗啦，仲要通宵搶修。而呢架 June 1000匹嘅 R34咧，就因為用咗大陸油嘅關係，要漏夜再 set XKS F-Con Vivo 嘅 data 喺直路上一路又試啦。好快咧，又到另一個試車嘅時段啦。而家咧架 June 嘅 Super VR4 咧又出嚟再試車啦。冇錯，呢架超級 June 嘅 Super VR4 咧就用咗呢個 June 嘅 Evo 5超級檸檬機器，2個巴出力600匹。不過今日只不可以調低至530匹，因為沿用呢個大陸油嘅關係。咦？嚟緊咧就有呢個暴力王香文專門呢逼，幾勁嘅逼都驚咗佢㗎。哎呀，始終都逼到，似高手即係高手啊，係咪啊？佢咧用逼就實在嘅勁啦，但係咧成日都整到啲迫力碟裂嘅噃。OK， 不如我哋聽下啲唔同引擎嘅聲音嚟。唔同嘅引擎有唔同嘅出力，後聲啊自然唔同啦。呢架係全新嘅 GT Sport 嘅 EP3，咁個最新嘅設定係點呢？車設備啊各樣都好齊全啦。咁其實要真正測試咗先知架車嘅性能咯，同埋佢，因為始終一架全新嘅車咧，你都要好多地方去做 set up 先可以喺個場度做到一個好嘅時間咯。咦 ？KYB 車手Simon Yam出手啦！不過係打人。睇完打人就可以睇翻車嚟，呢架係 June GC2，另一架係 Spoon 嘅 EP3，
我哋仲有一個德寶嘅 EP3，最後一架呢係 GT Sport 嘅 EP3，而大會贊助商登錄咧送出精美電話繩。好啦，終於到咗試車時段啦，咁啊全部車手已經係準備就緒噶啦佢哋咧喺 pit 咧就一路咁衝出去就試一試圈速啦。而家咧我見到有架 June 嘅 DC2 係300匹㗎，而小山進先生咧就喺 pit 度幫幾部專車計咧做到㗎。 1分54秒7喎。哎呀 ，Spec R 嘅 S14有咩問題啊？咦，呢架係Michael Choi 嘅 GT2。而 June 嘅 DC2 咧亦都翻 pit 啦。首先，小山進先生就會幫佢 check 一 check 呢個02G 嘅胎溫啦，睇下佢嘅 camber 嗰個 setting 係咪正常嘅。check 嘅係外側、中間同埋內側。等我問下 Simon Yam 對02G 嘅感覺如何先？頭先覺得條02G 個表現點樣？因為大家都喺度出晒煙，唔知我初頭條胎嘅時候咧 warm up 得好快，因為我都有前面都有2架車喺度，但係02G咧就俾佢哋 warm up 得快，所以一開頭冇幾耐咧已經爬晒去頭啦。咁個感覺都好接近賽車胎咯。咁只不過今次個襟棚咧揀嚟係我哋做圈速嘅，所以如果即係太多圈嚟講咧，可能會條胎會就唔係咁適合咯。咁初步嘅感覺都好理想。呢架 GT Sport EP3 新車落地，喺乜嘢 data 都冇嘅情況之下，表現如何呢？因為完全都未有教過啲咩 setting 啦，而家全部基本上都係一個好 standard 嘅頭尾 camber 啊，嗰啲都係好普通嘅。咁我諗住慢慢改到胎溫啊，調校一啲 suspension 啊，咁應該會好啲咯。但係呢啲車係即係 power， 佢唔會話好大，因為車有翻咁上下重，佢始終係啲彎度要即係做翻快少少咁就直路快啲咯。即係各方面都好平衡。好唔錯，條胎冇問題，即係街胎嚟講係好好嘅。跟住嚟咧，有我哋嘅暴力王 EVO7 大戰呢個 E46嘅 M3 啦。咦，德仔 EP3 喎，呢個係 Andy 嘅6代半啦，呢架梗係勁啦 ，Michael Choi 嘅 GT2 啊，咦，仲有 1分48啊 M Monster 喎，後邊嗰架咧？呢個係孖寶咯，好嘛孖寶啊 ，Charles Wen 同埋 Newton Wong 啊。哎呀，呢個 ML2 喺度打緊白鴿轉咯。ML2 係出名難操控嘅喎，但係女仔揸㗎頭先係。係啊，呢個就路上孖寶，5代 RS 同埋6代半。咦，呢個係 GTR 嚟嘅喎，呢個係邊個試緊邊架 GTR 咧？照我睇，呢個係譚 Sir 試緊計1000匹嘅 R34 GTR 係咪？仲載咗個乘客添？錯，呢個特登放慢，呢個陳博士嚟㗎。呢個 EJ25WRX 好快嘅。快得滯啊！衝咗出沙田就叫做滑沙池啦。仲有呢個全中國第一架嘅Lamborghini Murcielago 第一次落 track 㗎咋。經過1日嘅試車之後，我哋不如而家睇下各位車手對於登粒 Director 02G 嘅評語同埋感受咧，好唔好咧？今次咧係我第一次咧試02G 嘅，咁個初步感覺就好好，因為咧佢個車咧個熱身嚟得好快㗎，初熱身半個圈咧已經係可以有好好跑動，咁頭嗰2個圈咧啲時間都會非常之好喎。不過今次咧我選擇 S1 咧就係純粹係做圈速用嘅，咁如果第時 track day 咧飛5個圈以上嗰啲，我諗X1會比較好咯。咁我初步感覺咧就同賽車胎好接近啦，咁只係一啲好似多咗少少胎紋嘅賽車胎啦，咁所以而家覺得啲胎咧就比以前進步咗好多啦。其實呢條02G咧比較上咧已經好過01G 好多噶啦，但係可能咧今日因為天氣熱嘅問題，如果咧夾翻硬啲啊，或者啲膠質硬翻啲啊，嗰啲膠質咧會好好多咯。咁我今日喺個 track 度去試呢個02G啦，咁加埋今日嘅溫度啦，大概33度咁樣啦。咁我喺半個圈嘅 warm up 裏面咧，已經可以將呢個胎咧已經好快開到好 grip 噶啦。咁佢呢個胎嘅性能咧，咁喺我用過嘅胎之中咧，我覺得都相當好啊。咁喺個
胎嗰個 brake 嗰時候啊，同埋 corner speed 嗰陣時候咧，咁我會覺得佢嘅個黏貼好黏嘅程度咧係非常之高啦。同埋我亦都發覺到咧，咁喺我試圈嘅時候咧，佢嗰個胎嗰個損蝕嘅程度咧，咁啊冇比我以前用開啲其他牌子損蝕程度咁快嘅。咁我就覺得我呢條02G嘅新胎咧，咁我本人都覺得幾滿意。同我先前用開嘅 R 胎咧，大致上咧都即係嗰個性能方面咧，都可以做一個比較。接住落嚟，不如我哋睇下所有車嘅 lap time 係點咧？呢架係橫刀嘅 Elise S2， 時間係2分03，算唔錯㗎。而另外一架 Elise 做咗2分22㗎。差啲啦，差啲啦。另外一架 Elise 做得唔錯，時間2分04。唔知個6代半同阿德寶嘅 EB3 做嘅成績係點呢？咦 ，June 嘅300匹嘅 DC2 喎，佢成績係點㗎？占可唔可以話俾大家聽呢？最快做1分54秒7啦，但係喺第2、第3個圈都做1分55秒左右。6代半 EJ25 嘅 WRX 唔知做幾多呢？唔記得咗咯。EB3 就做1分55。而呢部 Charles Van 嘅 Roadster 咧做1分54。S 最快圈速咧就有呢個 M3E46做1分54秒4。TM33咧經過通宵搶修之後咧就已經終於整翻啦。咁今次咧但係只係可以用咗原裝推保嘅啫。原裝推保咧就足足少咗成200匹㗎，圈速賣咗成5秒，得1分56。而 Herman Tam 揸嘅呢部 June 1000匹 R34咧好堅㗎，大隻路可以去到260K 㗎。鏡頭一轉，終於嚟到 M 家組嘅決戰啦！N 家組我哋要留意咧就2部車嘅，而第一部咧就係 KYB EK9 啦，引擎咧就係 B16A 改 B18C， 而第二部咧就係 TW 改嘅 Elise S2， 佢係用緊 PTP 嘅140匹本頭噶。睇完熱門車之後，我哋有另一部嘅 TW 嘅 Mini Cooper Spec R 嘅 S13。頭先講個熱門車 TW 嘅 Elise， 車手係橫刀，捽眼薄。仲有呢部 Tom Chan 駕駛嘅 Lotus Elise， 佢都係用咗 PTP 140匹本頭嘅，不過呢架車係偷輕得非常之輕嘅，輕咗40kg。有 Volkswagen Polo， 哎呀，唔好以為冇車手啊，佢坐咗左邊係左軚車嚟㗎。另一部 Elise， 呢部係111。哎呀，車手好可愛啊！好可愛啊！呢部咧就好似係落場版嘅 MR2， 直頭係喎。仲有 KYB 嘅 EK9， 聽聞車手係平時揸貨車送計油嘅。仲有呢部 S1 Elise， 今日咧係非常之熱嘅，達到35度，而濕度咧就係87%，路面溫度咧有成54度㗎。比賽咧係採用咗呢個 rolling start 嘅制度嘅，而賽車係必須係緊貼前車嘅。Rolling start 咧就喺6期1域之後咧，賽事係正式開始啦。Mini 係戴緊頭，而 TW 嘅 Elise 咧亦都戴緊頭㗎。咁啊，大家都睇到啦，咁佢哋全部車嘅馬力咧都好非常接近嘅。而兩架 Elise 都140匹咧，而家就啱啱戴咗頭㗎。兩架都用 PTP 140匹盤頭㗎噃，係咪啊？但係藍色嗰部咧就輕咗40 kg，所以彎有着數㗎。所以咧喺1個圈之後咧，藍色嘅 Elise 咧就可以帶頭啦。但係我哋要細心咁睇下喎，睇個 EK9 喎，白色嗰架喺大直路咧 Layback 咧就過晒所有車，重新帶個頭啦。大家知唔知道 EK9 係邊位咧？佢咧就喺 KYB 度咧送計油嘅啫。哇！送計油都咁勁啊！咁佢平時送計油一定係仲勁過同台送豆腐啦，係咪啊？直頭啦！咦？但係咧喺1個圈之後咧，架藍色嘅 Elise 咧又過咗個 EK9 喎，可能因為車身輕嘅關係，喺彎路有着數㗎。阿 Tom 咧好熟場㗎，成日都喺阿華龍度咧練車，
所以咧啲線位好重。誒呀，呢個 S13咧就因為機件嘅問題咧，就故障咧返回撇啦。嗱，而家大直路我哋再一次留意下呢架 EK9嘅 VTEC Power 啦，大直路咧係可以逢車過車咁就係喺呢一組。用咗 Type 1嘅 Joon Cam 加埋 B18C 直路梗係勁啦。嗱，見到啦，逐漸帶開咗啦，因為同住佢嘅VTEC 唔好 Power。睇少呢個 MR2 係一個落場車嚟嘅。咦，佢唔係街車嚟，原來落場版嘅 MR2 嚟嘅噃。飛龍賽車阿 Ben 個細佬揸嘅呢部。OK， 咦，點解 TW 嘅 Lotus 黃色嗰部 Lotus 而家慢咗落嚟嘅？哦，咁啊唔係個車手流嘅。人唔係佢揸流灘㗎？唔係，係佢冧咗個盤。哦，原來冧咗個盤。咁佢未冧盤會做到幾多圈速嘅咧？未冧盤之前就做2分03啦，而家就流地啦。咁呢部係 TW 嘅 Mini 亦都表現唔錯啦。嗱，而家咧大馬力啲嘅 EK9咧就逐步拉開咗距離啦。而咧呢個 Tom Chan 嘅 Elise 咧就你睇做咩事啊？哎呀，個 Power Lock 救咗佢。如果冇 Power Lock 嘅話咧，佢仲會甩得仲犀利啊！我都試過喺呢個 T14度甩過揸架 Civic。咁當時情況係點咧？頭碌車甩就好恐怖，好難救嘅其實。話咁快咧，賽事完結啦。第一位嘅咧就係 EK9，第二位咧就係 Tom Chan 嘅 Elise， 第三位咧就係 MR2。MR2 去咗邊呢？放心啦，好快翻嚟噶啦。而家嚟到重頭戲 S 組嘅決戰，哇，好似妙齡少女喎。跟住咧，佢出嚟可以排位噶啦。跟住你估邊個會贏咧？嗱，邊個睇下熱門車先咧？由詹士介紹。呢個係 GT Sport 嘅 EP3，我哋睇下佢嘅臂力好犀利嘅 AP6 波、AP4 波。而另一部咧就係寶馬孖寶之一 M Monster， 係用咗 M3 引擎，5速引擎，有360匹噶。呢部唔使多講啦，3蚊 M 嘅極限型格，用咗 Joon 嘅 2.0 kit， 有成224匹喺個轆度。哇！咁 engine 有幾多匹㗎？290匹左右啦。呢架咩車嚟㗎？呢架係 Sphero， 但係32頭。頭先講過嘅 M Monster 啦，由 Charles Swan 駕駛㗎。呢架係 Spec R 阿 Wing 嘅喎。佢會點啊？我會俾心機㗎啦。呢架6代半，邊個揸嘅咧 ？Andy， 仲有 KYB 嘅 DC2， Ken Look 駕駛嘅 GT Sport EP3， 哇！佢幾英啊！呢個勁咯，亡命 Peter，Horizon 老闆。哎呀，佢唔戴頭盔啊！仲有阿 James 揸嘅6代半，試下啦。仲有呢個係邊位咧？恐怖雞啊！而有另一個咧就揸 E46 M3， 呢個 John 啊。仲有頭先嗰組贏咗嘅，亦都係會過翻嚟到揸嘅，有兩部㗎。係 Elise 啦，同埋呢部 MR2 啦。你知唔知咩叫 S 組咧 ？S 組嘅定義係咩咧？咁啊要你話俾我同埋所有觀眾聽啦。S 組咧係最多人參加嘅，因為係 Stage 1改裝嘅推寶車同埋極限改裝嘅 NA 車，所以非常受歡迎。佢哋嘅圈速係咪好接近㗎？非常之接近，全部大概係相差唔到1-2秒。哇！咁你估邊個會贏咧？我估 DC2。我都估喎，我都睇好 KYB 嘅 DC2 喎。賽事正式開始，而家抄先咪做咗最快圈速咧，所以由尾位追啊，好辛苦㗎。咦？好冇雞逼咗抄出去喎！Simon 因為 camera 因為架車太勁啦，所以喐咗啊，試一次可以望天咋。好犀利嘅部車！哇，梗係啦，咁輕嘅車有291匹喎。Charles Swan 咧喺 T4 度咧亦都做嘢啦，開始慢慢嘅車，哇！穿插場面噃，個車手咧都係咁努力咁追啦。啲車咧都真係實力都幾接近，你睇下佢哋距離咧都唔係爭得好遠嘅，所以有埋身肉搏嘅鏡頭出現嘅。都話明係 S 組啦，即係點啊 ？Super！全部啲車實力好接近，車手亦都好接近佢實力。佢
佢哋咧當中有職業賽車手啦，亦都有業餘嘅，但係業餘嘅實力都唔差喎，都係同職業車手都好幾近下喎啲實力。冇錯。大家攞嘅線位都亦都好準。超市就過 M 出啦。Andy 咧，Andy 亦都呢逼喎。超市嘅車都幾快嘅喎。EB3咧同前面嘅6.5就爭少少啦。因為馬力嘅問題啊，嗬。6.5係快少少嘅。喺直路上會好着數咯。但係彎路咧就蝕翻啦。所以你就睇下究竟邊個可以喺呢度有着數。大家睇下 T14 搶位啦，佢哋成堆車衝出 T14，一串嘅係超市就位喺守緊第7位。而 Canlock 咧已經去到第2位。哇 ，Canlock 嘅車冇乜 power， 唔係咁大 power， 但係都可以搶到第2位噃。呢啲咪老技咯。哦，彎路技術。超市，哎呀，做咩事啊？都有腳跌咗落嚟喎。認真下落。下次真係要小心安裝啊！落場之前。咦 ，Andy 嘅車開始噴煙喎。禍不單行，因為佢波箱咧漏咗油。哦，但係喺佢唔知嘅情況之下，就唯有退出比賽啦，為安全計係咪啊？絕對應該啦。超市已經追到第5位啦，而家喺度大直路咧，又一氣過咁追咗超市又呢逼，超市呢逼，再加埋呢逼嘅話，揞住過埋間屋，我點知唔到，因為呢啲仲要俾3分M揞翻添。3分M嘅車都幾勁嘅喎，好似係成200 K 一匹。一路啄住佢啊！3分M嘅 DC2。成串車喺前面咯，係啊，一路串住每個彎都緊貼住嘅，所以咧實力係好接近，係好刺激嘅呢度，大家都好想搶位嘅。而家頭3位係邊個啊？第一位咧就係6代半啦，第二位咦唔係咯，第一位已經由QIB 嘅 DC2 搶咗位，而佔第一位啦。第2位咧就係詹士揸嘅6代半。第3位咧就係哇好快由11位追到上第3位嘅就係 M Monster Charles Van 駕駛嘅，第4位咧就係嗰個 EP3啦。Canlock 喺彎度好快嘅，你睇睇。哇！一出 T14 4架車串埋一齊。M Monster 着燈想過前面嗰架喎，唔知得唔得咧？我哋睇下超市再玩呢逼喺 T1 之前，再表演呢逼絕技嘅，過咗架詹士揸嘅6代半。後邊嘅 EP3咧，亦都想借呢個機會咧，上呢個彎過佢噶。哎呀，佢兩架車做咩事咧 ？Overheat 啦，一架係橙獸啦，一架係 QIB 嘅6代半啦。頭先禍不單行嗰架啦。咦，超市進佔第2位噶啦噃。咦，賽事都好刺激嘅，嚟呢度頭4位嘅車咧，相差唔超過1秒噶。冇錯，佢哋喺第3個圈咧都做出呢個1分54。哎呀，詹士踩咗出去噃。咁唔小心啊！又係施展呢個呢逼，終於喺呢度搶到第1位啦！超市，哎呀，兩個爭位啊！大家見唔見到啊？而家都係3人頂住佢啊！哎呀，原來頭先搶唔到位㗎，我仲錯覺以為佢搶到位。Canlock 咧仲係喺第4位。你睇下個6代半拋離咗 Canlock 少少啦。呢啲就係馬力上嘅分野啦。由呢逼 Charles 終於可以過咗啊 DC2 啦！而家死守第1位，唔知佢可唔可以保持翻終點呢？第2位 DC2 相信應該會有實力咧，係追得翻嘅。而家頭車係 Charles Van。第2係3分 M， 第3係詹士嘅6代半，第4係 GT Sport EP3 Canlock 揸緊。係條路跟得好實啦，兩部車好近啊！大家其實實力都幾接近，同埋車身嗰個重量咧都係比較接近嘅，所以其實咧佢哋有一番苦鬥嘅。Charles 而家行條孤行線啦，盡量唔俾3分 M 入到位。
咦，亦都成功咗嘅，佢係守到呢個位嘅。哇 ！EP3 嘅 power 爭咁遠都仲可以緊貼住啲大 power 嘅車，哇！K6 嗰個駕駛技術都非常之高超嘅，仲可以啄住個6代半添。哎呀，又踩得追少少啊！知唔知咁唔小心啊你？賽事到中途，Simon Yam突然間入唔到波喎，點解咧？冇咗3波，冇咗4波喎，入咗3波，14波亦都唔成功。咁我賽事之前睇到佢咪斷纜，冇辦法啦。佢個 ATS 幫下頂唔順啊，應該係引擎輸出實在太強勁啦。格仔旗一揈，第一位衝線嘅就係 Monster Charles Webb， 第二位 EP3 Ken Look， 第三位6代半嘅尖子。話咁快 ，G 組嘅賽事又要開始噶啦，不如介紹下3部熱門車先咧。第一部係Joon嘅路準7，呢部車採用咗 T67 Turbo， 咁馬力方面有450匹。第二部咧，呢部係Joon嘅 VR4， 用咗呢個 Super Lemon 嘅5代檸檬機器，2個巴有600匹，不過今日係行 1.4 個巴啫，所以得530匹。第三部呢部犀利啦，呢部就係1000匹嘅 R34。1000匹喺香港係咪第一架呢？冇錯。嗱，GT 組嘅賽事呢，會喺1個圈嘅 formation lap 之後呢，先至正式開始㗎。咁而家就俾啲車手呢，就 warm 胎先嘅。咦？呢個時候使唔使咁緊張啊？東銘32 warm up lap 嘅啫喎，唔需要咁急速快，翻嚟啦，翻嚟啦！知唔知叫佢翻入嚟啊？見唔見到佢手入緊啊？呢部係 Joon Super VR4， 一陣留心佢嘅實力啦。好啦，而家 Warning Start 一步接一步，喺6旗一敵之下，賽事正式開始啦。咦，香港聽一路搶位喎，而原裝33亦都衝咗上嚟。賽事嘅第2位呢，而家又俾香港聽爭咗上嚟啦，過咗架1000匹嘅34。後邊有2部東銘嘅 GTR， 一部33，後邊一部係32。好啦，而家原裝 Turbo 嘅33竟然可以帶頭喎，最細馬力係佢嘅呢度係。而第2位呢，有暴力王7代，由 Herman Tam 駕駛。第4位嘅 Super VR4 跌咗落第4位，咁就由Simon Yam駕駛嘅。咦，竟然喺呢度可以過到1000匹嘅34，究竟點解呢？哎呀！都話佢係呢逼王啦，已經香港聽已經搶位上咗第1位啦。而因為 power 嘅關係，佢都可以逐漸放開 R33嘅。第3位 Super VR4 一直好努力咁追上嚟，嚟緊啦，嚟緊啦！咦？你睇下佢哋追得好貼啊，越嚟越。第1位仍然有暴力王 EVO7 香港聽駕駛嘅。原裝 Turbo 嘅33唯有俾佢放啦，而喺呢條直路亦都俾另一架 Super VR4 放，你睇下幾勁！嗱，大家睇下啦，彎路超級檸檬嘅機器就係可以有咁強橫嘅實力嘅，喪放啊！
家咧前面頭兩部嘅頭車咧都係 Jun 所改裝嘅 KYB 嗰兩部車嘅，大家去睇下。咦，大直路擁有多啲 power 嘅 Super VR4 開始搶位啦！睇下佢，咦過咗暴力王 EVO7，但係 Herman Tam 絕對係唔好嘢㗎，佢會喺 T1 Lay Brake 過翻啊 VR4。哎呀 ，Miss Gear！咦？而暴力王咧都把握咗任何機會咧去搶位穿插㗎。哎呀，又 Miss Gear， 令大家都唔知點解鬥 Miss Gear 喎呢場賽事之中。而因為呢個機會咧，就係 Super VR4 俾暴力王嘅 EVO7咧搶咗位少少㗎，希望就憑住遲啲嘅直路追翻啦。原裝 Turbo 嘅33就喺後邊就做後面嘅攝影車啦，冇得好追啦，冇得好追啦，冇得好追啦。東銘嘅33。OK 嘅呢架車啲表現。咦，東銘32點解翻篇呢？係咪因為 overheat 呢？哇 ！Super VR4 直路嘅威力幾咁強橫啊！超級檸檬機器果然唔係嘢少啊！即刻搶翻第一位啊！唉，原裝 Turbo 嘅33冇得追㗎。Super VR4 又喺度放啦，大家可以睇到距離越拉越遠，第3位真係莫塵莫及啊！頭2位 KYB 兩個 Jun 嘅車呢，就一路喺度互相糾纏啦。而 Super VR4 憑着呢個 Super Lemon 機器嘅強力心臟嘅輔助底下呢，就一路喪放啦。暴力王 Herman Tam 唯有喺彎路度 lay brake 啊！以彎路速度追翻佢啦，第2個 lap 已經相差咁遠啦，1000米嘅34，大家可以睇到 Herman Tam 喺彎路嗰度咧追翻唔少位置㗎。距離越拉越遠啦，究竟暴力王可唔可以喺餘下嘅圈速以彎位逐步追翻呢？1000米嘅34會唔會乘機喺呢個時候上位呢？我哋拭目以待咧。大家見到咧彎路咧，其實係追翻唔少，但係一到直路咧，超級檸檬機咧就會喪放，就連你都喪埋，冇錯，連我都俾佢感動咗。如果你真係坐過呢個 Super VR4 嗰個檸檬心臟嘅車咧，我相信你都會好似我一樣喪嘅。揸過呢架嘢 low boost，low boost 係幾多巴咧？或者 low boost 咧？1.4咯，1.4或者 low boost。喂，呢啲行2個巴行盡噶嘛？但係因為用緊大陸油嘅關係咧，佢哋用唔到2個巴㗎。咁而家佢係用緊當時嘅比賽，佢哋用緊幾多巴？1.4㗎咋？1.4都可以有咁強華喎。但係大直路尾啊，你估計啊，架 Super VR4 可以去到幾多？1.4個巴就差唔多240咯，240K 嘅。喺 Super VR4 喪放嘅情況之下 ，Herman Tam 已經覺得越嚟越辛苦啦，要追。辛苦得過呢架33。唔裝 Turbo 冇計啦，1000米嘅34點解留後咧？唔通係留前鬥後？跑馬就得㗎喎，賽車場唔知得唔得咧？呢架車個 setting 非常之好，全架車都係由日本專改嘅。車身亦都偷輕咗㗎，比唔係香港改嘅喎，普通嘅 VR4 就輕咗嘅。
呢個車個淨重係1200 kg。哇，唔怪之可以喪放㗎，有7代啦，車身又輕咗，雖然又冇7代咁輕。 7代重啲，7代。哎呀，我又搞錯咗啦！我諗平常觀眾都以為部 VR4係會重啲嘅，其實呢部 VR4道門咧就一包 P， 4道門都一包 P， 玻璃咧係用咗亞加力膠，所以喺應該輕嘅地方輕，有啲唔應該輕嘅地方咧都輕埋。 咦？睇做咩事出個 Super VR4咧？會留後嘅咧？原來咧，因為賽後3人會講噶啦。哦，咁啊賣個關子先啦，想講俾你聽都唔得添。越嚟越慢啦，咦？暴力王咧就開始乘機咧就表現翻喪放，因為佢都係一部專改嘅引擎，實力都非同凡響嘅。但係佢可唔可以死守住咧？ 原裝 Turbo 嘅 GTR 追唔追到呢？又或者另一架1000匹嘅34會唔會乘機追上嚟呢？唔好玩啊！成條大直路點追啊？係喎，成條大直路都見唔到另外嘅車嘅。嗱，你睇慢慢揸啦，牛油貨。呢架唔錯㗎，呢架東銘33表現 OK 嘅。Turbo 係2530嘅車應該都有都幾快喎，應該都有少少馬力㗎，都有我都500匹到。可能佢唔熟場地啦，係咪？話唔定下次出的佢會做得更好嘅圈速咧。咁呢個一定。始終安全至上啊嘛。安全，你睇香文安全，完全唔諗呢樣嘢嘅，喪放。Lay brake 啊！唔知今次佢 brake 點有冇裂到呢？賽後你放心喎，裂咗，真係裂咗啊！係啊，哦咁啊又要換嗰個，不過佢一場車用2對避力碟嘅， 2對避力碟。嗯，架 VR4 真係而家流慢咗啦。俾你估下，阿香文買車到而家用咗幾多套避力皮？避力皮定避力碟先？避力碟整咗換好多對㗎啦。避力皮10對有冇啊？30套啊！哇，可以話係呢壁王啊！我識得嘅人當中咧，佢最喪嘅佢力。梗係咧，佢好似係業餘都有揸過呢個 Formula Renault 啊，或者其他Formula Campus 嘅車㗎，好勁啊！嗰啲車就可以衝線啊！你睇佢幾矮？衝線啊，就真係慢啲少少添。格仔騎一揈，第一位暴力王 Evo 7 Herman， 第二位 R33 James， 第三位1000匹嘅 GTR， 阿 Ben 駕駛㗎。係啦，孖寶上前祝賀。哎呀，原來有女士啦啦隊嘅喎，我都唔知添。望一望呢邊，你啲 miss 咗好多嘢啦。呢邊係啊。其實今日咧，我哋開頭試車嘅時候咧，因為對啲時間都唔錯嘅。咁第一次試車已經做咗40龍㗎啦。咁後尾咧就將個 engine 個 power 盡量去發揮啦。咁希望去再做時間啦。但係啲胎咧就都已經即係揸得太多圈數，七七八八。咁其實今日咧，即係其實都係自己嗰幾架同 team 嘅車喺度鬥啦。咁其實開頭嘅時候咧頭車啊，而家贏咗第一個 Herman 10咧，亦都揸得好快，咁亦都俾到我好大嘅威脅喎。咁後尾咧，因為呢架車比較馬力大啦，咁一路咧就拋離咗佢。咁直到第4個圈咧，因為可能呢架車咧幾年嘅中落咧冇換過喎，所以咧可能金屬疲勞所以散咗。咁後尾我都好開心啦，見到1、2、3名都係我隊友，咁我咪慢慢揸翻嚟完成比賽咯。架車如果係一個街車嚟講咧，因為呢個係其實係一個 road car 嚟嘅，將佢變成一個賽車咧，嗰滿意程度都好高㗎啦。因為其實街車同賽車嘅分別係好大咯。咁佢呢個車已經抌咗好多嘅 racing 料落去啦，但係因為個時間我哋試車嘅時間唔夠喎，咁變咗好多 fine tuning 未做到咯。但係如果以一個街車嚟講係十分之好。呢車同 turbo 車嘅馬力咧，始終都有少少分別啦。但係
啲車基本上，如果講純直路咧，同香港車爭好，嗰個馬力爭好遠。但係即係我嘅戰略基本上就係喺個彎速度盡量快少少，咁可以帶到條直路更加高速啲咯。但係因為前邊其實有啲大馬力嘅車喺度，而個彎佢哋個速度又冇我呢啲車咁高，咁變咗頂住咗我出彎速度慢咗，咁變咗揸得好辛苦咯。咁我係其實希望留一個空位去追到上去，即係個彎嘅速度高啲先可以有機會追到上去咯。其實我揸咩車都係㗎啦，我即係跳咗落去，我都會盡力去揸，希望揸盡到嗰個車啦。咁我都出力去揸，每一場比賽又好 track 機又好，我都會出力去揸，都好開心啦，有杯攞咁就嗰個預計其實因為個車嗰個始終嗰個時間唔係好夠啦，上嚟試車時間，咁今次有亞軍攞到咧，都幾開心嘅。好開心，非常開心。咁你賽前準備嗰啲就係準備咗好耐嘅，所以我都覺得係實至名歸嘅。性能就寶馬當然就好嘢啦，咁當然亦都下咗唔少功夫落去嚇，好多唔係好多錢，不過就好多心機花咗好多時間落去嘅，所以我覺得係應該攞呢個獎嘅。係啦，咁S 組嗰方面啦，咁今次借人哋部6代半出去試啦，咁佢係行 1.5 個巴嘅，咁電腦方面都係哇哩一嘅，一般啦，表現都一般啦，但係 keep 住好穩定咁樣揸到第3-4個圈油溫先係140度，咁慢慢揸6先轉到，咁第3咁鬆翻嚟。但係頭兩個圈咧，頭兩個圈都同阿 Ken Look 啊，同埋阿 Charles 咧就有好激烈嘅戰鬥㗎。好滿意嘅今次呢場賽事，咁自己同埋架車都表現得都合乎我自己要求。就今次架車咧就其實已經係第2次喺珠海度揸㗎啦。咁就對於個 setting 嚟講咧，咁都今次係比起上次有 improvement 嘅。咁就我相信今次鬥完之後咧，咁我亦都再了解清楚架車嘅特性，咁亦都希望喺下一次Tommy Song 再搞西機嘅時間咧，咁我可以再做得好啲表現。都冇預計到㗎，即係呢啲嘢咁多位高手喺度，咁都係覺得好僥倖。咁GT 組就好幸運咁攞到亞軍啦。其實禮拜5試車嘅時候咧，咁 Nismo Turbo 個死氣熱都係最後成個噴咗出嚟嘅。咁冇 Turbo 可以用之下咧，又用翻香港亦都冇新嘅 Turbo， 咁買咗個2手嘅原裝 Turbo。咁一對原裝嘅 Turbo 都好啊，點解咧？因為經過Jun 小山進去 set up 嘅，咁所以都唔係話好慢咯架車。咁慢慢揸，即係 keep 翻7000轉到，咁捱到5個圈翻嚟，咁就攞到個亞軍啦。今日咧就架車嘅表現咧就非常之好嘅 condition 啦。我個技師小山俊先生啦，咁今日都將到我架車嗰個 condition 調到最好嘅。即係直路咧喺馬力方面就輸咗少少啦，咁但係喺啲彎度咧我盡量都係遲收啲 brake 啦，咁就希望賺翻啲時間啦。登粒嘅02G嘅 S1 compound 咧，就我感覺咧佢就係好 soft 佢好 soft 嘅個 compound 就，同埋咧佢嗰個損耗度咧就可以好延長下。當然啦，今次個出地咧真係非常搞得成功啦，咁亦都有咁多朋友一齊上嚟珠海賽車場度去玩啦，咁大家都玩得好開心，咁同埋呢3日嘅時間都安排得冇咁緊張即係比一般嗰啲冇咁緊張，咁即係好充分時間啦，咁大家有休息嘅時間，同埋亦都搞手方面亦都搞得好好啦，咁同埋好多時間俾我哋去 practice 維修咁方面，咁同埋喺正式比賽嗰陣時咧，亦都係搞得非常之好咁今次 Tommy Song 嘅 track day 就得到呢個登粒嘅最新嘅 Director 02G R 胎嘅贊助啦，咁同樣地 TM33 亦都係裝咗4隻265、358嘅02G 嘅，咁compound嗰方面咧就係 H1，咁 H1 咧就係比較 S1 同埋 M1 都要硬嘅，咁至於你話嗰個表現係點咧？咁我諗全部即係無論係彎路內熱同埋呢個
接地性能咧都比01J係，即係如果要比較嘅話，一定係比01J係高1分咁啦。即係如果5分滿分係每樣都高1分左右。今日蝦邊試車啊？第一次老處，當啲成個車真係好好玩啊！處女下海好好玩。2003年 Battle Gear 3 Ace 賽道王者決定戰由 Top Mission 同街機網聯手主辦，初賽分別喺荔枝角活力城以及澳門天福遊戲城舉行，決賽呢就喺鑽石山荷里活遊戲城嘅。比賽方式採用淘汰制，一局定勝負，4人對戰，頭2名晉級。喺最後16強賽事中，6名主辦機構嘅高手會加入戰陣。參賽嘅車手大部分都係用 WRX S202，大家細心留意下啦。熱門人選有 NON、BSK、TON、LPW、CHL、S202、KUI 同 大熱門就係啱啱打破全日本秋名下山道紀錄嘅香港之星 KG。餘下嘅時間交翻俾我哋嘅主持。冇錯啦，今次我哋全部參賽者都採用咗 S202 WRX， 但係其中有幾位係會用呢個 Lancer FRS 作為呢個對戰用。咁究竟 Lancer 快定係 WRX 快呢？好明顯就係 WRX 今次係快啲嘅。今次 Ace 賽道王者決定戰嘅冠軍係 KG， 佢得到嘅係現金獎6000蚊，而亞軍係 EJ25，佢得到現金獎1000蚊。季軍就係澳門撞車撞人肥仔 IFT， 得到現金獎500蚊。而最快圈速又係 KG， 得到車時10條同埋 BGV 最靚嘅海報。好，等我而家嚟訪問下第4名嘅灣人有咩感想先，等陣。今次個比賽好緊張啦，又可以同到咁多高手去打啦，見到唔少平時見唔到嘅技術啦，因為對戰咧同平時自己嗰個打唔同嘅。咁咧仲有咧啲人咧就個個都好緊張啦，自己都好緊張，不過好開心入到4強已經好滿足啦。唔該晒，好，跟住到第3名嘅IFT， 等陣。我覺得因為澳門好少有咁多高手過到嚟可以同好多高手對賽啦。咁我覺得比賽嗰陣時真係好緊張咯，但係要放鬆先至快。但係咧澳門區代表咧，如果有啲交通費又會好啲嘅。好，我同佢提議下。好，到第2名嘅 Gypsy。係啦，咁今次由呢個 Top Mission 同埋 GameLix 主辦嘅 Battle Gear 3咧係非常之好玩嘅。咁如果下次咧大家想參加嘅話咧，記得係一定要報名啦。咁至於今日點咧？今日就非常之好玩啦，因為我曾經跌過落第4嘅，曾經諗住放棄㗎，後尾俾啲心機咁追啦，咁追翻上第2啦，咁梗係快唔過第1嗰個 KG 啦。好啦，而家輪到冠軍嘅 KG 介紹下啦。首先好多謝 Top Mission 同埋 GameLix 嘅主辦呢次嘅比賽先啦。至於呢條賽道咧，最緊要嘅就係第一個右彎啦，咁就其餘都冇乜任何問題㗎啦。咁就好啦。好，多謝晒4位，唔該晒。下期 Top Mission VCD Special 精彩內容包括測試全港唯一碳纖 R32 GTR、F-Power 橫滑秘技，同埋試乘剛剛喺 D1GP 贏咗2003年全年總冠軍嘅Imamura金川洋一御用座駕 Apex 1:10 Electronic Drift Car D1 RX7。齊齊感受甩尾遙控車有幾吸引啊！仲有，太多啦，下期見啦！